大家好，今年的节目是来去打破歌声，所开始带来一首观众朋友所点的歌曲《情深深》，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今生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一夜思念，对你百般关怀，情深深对你的爱，不免我讲你也知。有你对阮真情对待，温暖在心内。今生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这首歌曲有咱的苏梅姐、张大姐、美霞姐、侯大姐、古大姐、阿姐、尤大哥、尤大嫂、陈妈妈、阮春雄哥哥、梅香姐姐所点，邀请全国好朋友伫这部开始安排这首《情深深》。思念对你百般关怀，情深深对你的爱，不免我讲你也知。有你对阮真情对待，温暖在心内。今世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思念对你百般关怀，情深深对你的爱，不免我讲你也知。有你对阮真情对待，温暖在心内。今生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情深深啊！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是咱每一天这个时间由工人甲芳龄所为咱观众朋友服务的节目，叫做。义大破歌声，今生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爱讲那个，搁一遍咯，来，你专业的呢？唱歌的时莫我举。哦，来哟。今日节目是义大破歌声，今生今世你是阮唯一的爱。你级数遮悬啊！安尼吼，哦，要甲你走，哦，本身的心要甲你伴。是哦。哦，你自播我搁副播，要做插音。咱要讲话观众朋友，一定爱甲恁解说者。
阮两个无主播甲副播，两个拢总主播啦。哦，哎，无你的语达袂使呢。哦，好来，谢谢大家啦哈。哎，这首歌曲有影后面的部分哈，那个对唱，好，哎，那个和音很重要啊哈。谢谢大家，来，我来看嘛，线顶已经什么人来上线咯？哦。是不是我是恁的最爱？来，进来姐姐幕后大哥，来姚坤大哥，谢谢啊，黄岩大哥好，蛋奶六，神鼠哥哥，桂华姐姐，各位永国大哥，苏金姐你好，来北河任大姐哈，谢谢哦，感谢文牛大哥、苏梅姐、顺天哥哥、古大姐阿姐、佳佳，谢谢尤大哥、尤大嫂、国庆阿姐、文玲大姐，谢谢。感谢有啊，还有玉仙哦哈，拢总上线哈，来哟，嘉敏大姐好，咱秀仁大哥、光贤大哥、明月大哥、春雄哥哥，哦，这首歌曲你嘛点有对的哈，谢谢你们哦，哈，来，红珠阿姐，谢谢，尤大哥、尤大嫂哈，感谢哦。非常感谢收看咱这个义大伴歌声，感谢你的支持，也甲捧场。最近有做这个健康新闻呢，还搁咧提起到咱大家啦。是啊。讲台湾呢，总共有做这个9成的民众啊，包括少年人，包括老大人，这个维生素这个维生素 D、维生素 D 不足。其实这唔是什么问题啦。但是确实咧，真侪人拢总疏忽，这个日常的代志安尼。日常疏忽啥物？晒日头啦。晒日头。其实吼，咱来讲维生素 D， 你唔免个食的吼，不需要，它只要晒太阳就可以形成了哈。但是即摆大多数的人拢规工安怎秘伫恁翅膀内底。对。甚至若小只呢，拢总惊晒乌。还佫起斑呢。我咧讲晒乌的时阵，所以讲啊，即使若有出去的时阵，较紧的防晒，真抹抹咧吼。结果呢，你的身体真无简单，出一个门的时阵，共款无法度吸收到阳光互咱的营养素。这个营养素的阳光，这个咧就变成讲做这个钙，伊这个利用度的相对降低。对啦。那像这个钙的时是咧补骨头对无？对。但是呢，这个 D3的时阵，伊是一个媒介吼。你若即摆现主时若讲在无去晒到日头，这个骨头伊就慢慢就会变疏，就会变薄。对啦。所以讲，这医生的先特别提醒着就是讲，你若讲伫咧补钙、咧补骨，这无够。无够。你一定要搭配，就是讲做这个咧维生素 D3，也甲一味叫做 K2。安尼吸收才会当互做这个钙的时阵完全的吸收，伫咱做这个身体骨头才会用安尼。是。这是什么原理呢？根据着这个专家报告伫咧讲啦，讲出这维生素 D3，伊是负责开门，也无关掉咧啊，关掉门拍袂开啊，迄个锁匙甲拢一个甲开开，互做这个钙，伊会当入咱身体的这个骨膜、骨质内面。因为讲这个 K2 的时阵这是来，钙入来的时阵，指挥交通。你甲你引导啦。甲你引导去到这个骨浆内面，安尼送对骨头内面入安尼，互伊本身则袂走，则乌白乱走就对啦，则袂浪费安尼。是。所以讲伫遮甲咱观众朋友提醒者，每一工咧晒日头的时阵，爱晒偌久？如果你若是讲我都咧晒日头。这个 D3你可以吐，这可能就讲你会讲无需要，但是呢，日头咧晒爱差不多10分至15分钟久，每一工伊就会当互咱的身躯自然生成咱这个维生素 D。伫咧时间上介好的时间是伫早起时10点，10点的时阵开始来晒超10分至15分，或者是讲下到时3点以后。同款是10分至15分，因为这个时间的日头较袂去伤到咱的安怎，咱的皮肤啦。是啦，你若10点进前无走干那飞咧，做工课上班啦，你知无？若做这个咧3点以后好是好啦，还搁咧上班话，还未下班话。所以讲，这个情况下，你若如果知影讲我就较无咧晒日头，还是讲我无介意晒日头。你就要做一个补充，也无毋对。你如果来讲减这两个像这个小帮手，就是像这维他命的，像这个 D，
吼，也甲像即个啦K two安尼啊，伊即个啦，你补搁较济，即骨头的油的时阵，拢会浪费咧。啊啦，尤其是讲平常时啊，时较少伫咧运动的啦。有的时阵讲做好哦，我为着骹头要用骨头要袂骨质疏松，我拢大骨汤拢控来咧食，个鱼煲嘿啊，鱼煲啊啥安尼控规定。爱有人带路啦。对啦。你的年纪吼渐渐大，即个朋友的时阵，一定拢爱注意像即个细节。对。其实即摆主即拢是啊，拢是文明病啦。是啊。哦，你要讲病嘛，毋是啦。就是讲像这吼，较早拢倒变，较早的人你出门的时阵，都绝对要晒到日头的。哦。呀，毋是较早的人，老师啊，这听我讲者吼。啊，行路。以早的人是透早爱闪日头。是。拍曝光就爱较紧的，4、5点啊就爱去田的啊。啊田的做事啦。啊日头啦，靠10点，靠安尼拍曝光7。会加人的时阵。10点的时阵会加人啊，对无？较紧的先转来休者。我若讲就是安尼死的啦。安怎？吼，啊做吼，做到像即个吼12点嘛。吼，啊，我阿嬷讲啊，像即个即摆一般是拢差11点就转来。对。工课伫咧做是要做一个收煞哩了。搁伫遐伫咧吼摇肥料树草纸呢，纸分去啦。吼，啊分去煞种树掉煞纸拍对田里内面，啊，就竖着田土就行去啊。哎呀，所以讲我妈妈毋知会生啊济，一摆生8。哦，原来生啊济是安尼来。哦，所以讲像即个呢，咱的身体要稳定的时阵，着爱对即个骨头开始啦。因为即个骨头的时阵，就是吼，咱的像即个跳嘛。哦，敢若讲咱的牛，即个厝吼，即个牛，吼，啊，甲像即个鞋啊共款，吼，啊，到步调啊吸收好，咱的路才徛会稳。对。吼，则袂讲咧酸抽疼麻痹，嘛则徛会挺。啊，若无咱嘛咕咕，吼，就知影讲骨头无用啊。是啊。原大家每一工呢，拢总有当补足即个元气，拍出着健康。对。若无度拍，无食出着即个健康，安尼嘛是。互家己本身的身徛了会停，吼，啊笑了会欢喜，生活更加够有力。对啦。来，谢谢。讲到这吼，啊，观众朋友安尼注意无吼？日头花啊，爱去拍一个哦，吼，啊，有的时阵拢讲有呢。芳玲啊，我拢费用甲我塞草伫咧拍日头。啊，费用甲你塞草吼，佮甲你滴一顶帽啊，无当紧吼，伊拢走去倒位？伊拢走去树仔骹，吼，啊，因规定踮安尼滑手机，吼，啊，你甲你安尼去公园，你有去看到公园无？迄公园哦，啊，咱早起甲你塞去咧拍日头哈。所以讲身体。啊，毋好，毋好安尼互塞去拍日头吼。咱若有法度家己出去拍，啊，若无的时阵，你知影讲咱欠下对无吼？啊，就低山来食就好啊。平常时要甲保养一下。好，来，谢谢啦吼。来，康苗姐姐、芙蓉姐，哦，黄万学大哥，感谢你的抱声，我拢有收到啊吼。来，我今日来进行着咱这个点歌的时间，今日安排头一首歌曲《可怜鸾飞再会吧》。不明鸾回，再会啊，塞哟那拉。来，第二首我的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送你送到小城。小村外有句话我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的百花开。来，第三首哦，同款芳玲的歌哈，台北金夜冷清清。台北金夜冷清清。也有一片的好夜景。第四首，哦，这首歌曲是台北诶，今仔冷清清了，是咧，这首要怎讲？路顶了解我心意。啊，老师，你要唱日语吗？我日语甲唱一半，甲唱一半。哦。啊，台语甲唱一遍安尼。安尼。安尼大家拢听有？对，来哦。夜半的路顶稀微，啊，较意形啊。来，
有那么是三卡吧。第5首歌曲《痴情的下场》是啥物？明知你爱是别人，偏偏将你当作情人。明知情分已经空，难分难舍一段情梦。上尾这首哦，嘛是方林的歌哈，来是你上我的心。是咱无情，是你无情，是你伤我的心。张雅文的是你伤我的心。来，以上6首歌曲，甲咱观众朋友准备，咱来做互动哦。卡阮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3177。83263177。哎，中华关市伫宝华关市加一个控诉，可怜鸾飞再会吧。第2首路边哦，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第3首台北今夜冷清清。第4首路顶了解我心意。第5首痴情的下场是啥物？第6首是你伤我的心。来，准备接电话。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就说。来2号跟3号。好，2号跟几号嘿，2跟3号。 2号跟3号票，咱住倒位哈？嘿，好。阿姐，伊住菲律宾啦。安怎讲？喂，来，阿姐，阿姐，嘿，对，我写开啊哈。好的，和2号跟3号，来哈，因为拄则无显示哦哈。来，陈小姐，喂，你好，叶大姐你好。13，可怜的鸾飞再会吧。好的。台北今夜冷清清。收到。好，谢谢叶大姐，谢谢你，谢谢，平安哦。喂，你好，林贤大哥。喂，嘿，林贤大哥你好。你好。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歌？第1条跟第3条。哦。1跟3。好，没问题哦哈。好，谢谢你哦。谢谢林贤大哥，平安。OK。喂，徐妈妈。喂。嘿，徐妈妈你好。喂。今仔想要听倒一首？我呢？嗨。我点2甲4。 2跟4哦。 2甲4。好，没问题。好来。谢谢徐妈妈哦哈，平安嘞，谢谢。姐姐。有那么几沙特吧？芳玲。嗨。整个是好。哎，来。好。今仔要听倒一首歌？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没问题。阿哥，那个是你伤我的心。好的，谢谢，感谢姐姐。哎呦，彩秋姐。哇，帅哥美女好。嗨。哎呀，嘿，好，那个啥，邮袋，嘿，邮袋看咯，找到那啦，嘿，那个1啦哈，还有4，还有5，哎呀，后来练啊，迄叫老师教较久的啊，通啊，结果就无伊啊，就无法度通接，嘿啊，好，谢谢，好的，难得，拜拜。喂，你好。喂，月晴姐。小姐。 1跟2。1跟2。好，我下开哦嘿，好，谢谢咱的月晴姐啊哈。好。喂，你好，侯大姐，侯小姐。2号跟3号。 2号跟3号。 2号跟3号。那我载你侯小姐了哈，我拄则有下开。来，顺天哥哥。 2位主持人下午好，我来听第1首跟第6首，谢谢，感恩。 1跟6，1跟6。哎，你好，梁大哥，哎，尤大哥有大嫂。哎，美女老师好。好。哎，我来点1甲2。 1甲2。哦，没有，好，我下来哈。好。 1甲2。啊，我下来，嘿，好，平安，好，平安。谢谢哈。哦，谢谢。哎，等下呀。哦，你好。哎呦，今仔想要听倒一首啊？第1首可能鸾飞再会吧，甲第6首是你伤我心。安尼哦，我下开哈。哦，谢谢。
喂，蔡妈妈。哟，两位好。哦。我点1跟2，谢谢谢谢。哦，好，我们的蔡妈妈好，好，谢谢。喂，你好。喂，叶大姐哦。喂，嘿，叶大姐你好。你好，今仔要听倒一首？第一首，第一首哦。哦，嘿来下开哦，嘿，谢谢叶大如来姐。诺，谢谢可以谢谢哦さよなら来哦。哎，玉纯姐、陈大姐你好。嘿啊，要听倒第一首？一首如来喏，可以哦，撒哟那那。准哦，哦。啊，甲第四首，乌拉玛吉萨卡巴。裏町酒場。足准的呢，讲哎，好，谢谢，生日幸福。收到，谢身谢体健康。来，老师，你的头一首哈，民头一首间大哥第一首可怜，可哎怜鸾辉再会吧。民间大哥，诶，今仔想要听倒一首啊？第一首甲第四首，安尼哦，好，我下开哈，好，跟第四首谢谢好平安哈啊，谢谢你们哦。来，郭大哥，喂，郭大哥，所以我第一条如来喏，可以哦，さよなら。如来诺，可以哦啊，第四条迄个嘿，乌拉玛吉萨卡巴。哦，这大哥嘛是讲得真标准，诶好，好，谢谢你哈，感谢。来，先来安排这首做，可怜鸾辉再会吧，足侪人点的哦。来，叶大姐、林贤大哥、彩秋姐、我听啊，这顺天哥哥、尤大哥、尤大嫂档的，也有咱蔡妈妈、民家大哥、郭大哥、叶大姐，咱的玉纯姐所点的，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可怜鸾辉再会吧。心无愿意，甲伊来分离。一旦被风拆散去，土痕无了时。一句情着伤心。孤单到乌边，不免轮回，再会啊，再会啊。色带柔意，水阿大才知水去，声声所爱悲。已经破去青春梦，何必
受气。无缘乱回，再会啊，再会啊。如来若可有撒哟那拉，可怜的轮回再会吧。好，谢谢哇！感谢咱的郭明环大哥，哈，姚大哥、姚大嫂、陈大姐、阿红珠姐啊，哈，好，谢谢恁的破坏声，美华姐姐、姑姑姐，恁今日上山咯，平安快乐。来，隆中大哥好，任大姐在北河这边的哈，尤大哥、尤大嫂，谢谢顺天哥哥、古大姐啊姐、阿秀仁大哥、徐爸爸、徐妈妈、神叔哥哥、咱秀芳姐哈，来，感谢咱陈大姐，啊，还有咱蔡妈妈。金爱姐姐，感谢面家大哥吼，啊，咱这个有党的你好，木火大哥，啊，还有咱坤心哥哥，啊，你某某的婆声拢总收到，收到啊，哈，谢谢，啊，咱今仔这拄则，这个拄则的代志呢，我洪主姐讲，伫咧咱咧开播前5分钟，佮伊讲放恁啊，卡来，我想讲要紧啊，结果我甲恁讲。我即马就拢总吼，差不多伫半点钟以前，我就准备伫要看恁的节目啦。感谢，谢谢你们啦吼，包括阮的徐爸爸、徐妈妈，阮的尤大哥、尤大嫂，哦，迄逐工拢总安尼，包括阮的顺天哥哥，顺天哥哥看的时阵吼，佮安怎做笔记，伊先爱做笔记呢，又做功课啊，伊为着等的即档。等下呢，咱要来准备着，互听歌，听好歌，又歌名，又歌名。当然，咱咧摇的歌吼，拢总是节目内底捌唱过歌曲。参加有奖。咱这捌唱过，咱唱过歌曲吼，伫遮搁互咱观众朋友再回味一次的时阵，你的印象就更加清楚啦，吼。而且呢，阮的摇歌了后，搁有提供着好的东西要来送互你哦，吼。来，今仔要分享什么呢？防盗收纳包。咱防盗收纳包是这段时间真侪咱观众朋友有摕到的人，包括讲甲我加油的时阵有摕到的观众朋友讲，俄罗该代志，还真的很实用，对不对？迄你若伫厝内底，你着甲摆咧头前，你咧炒菜的时阵，甚至你咧运动，你若拢免惊讲或者安怎，安尼，会去卡的，无有的人讲扎一卡包包，内底底无一衫，是话扎卡大卡着，搁加垫地。伊就是足溜咧哈。那个下早时运动的时阵吼，手机啊，搁挂耳机啊，外享受。我咧讲吼，这手机啊，都甲放咧遮，安尼有方便无？咱随时随去摕咧就开啊，毋免搁挂拉链，手机啊一定是放咧遮啊吼。而且呢，咱出门的时阵，有的观众朋友讲，我着要来银行坐，银行簿啊，甲放咧遮。若出国的时阵，即本毋是银行簿啊，即本叫做护照。对，你护照的时阵，甲放咧遮。专属位置。咱若出国的时阵，是毋是啊？摕只信用卡者，甚至咱要去领钱，遮嘛有伊的专用专用的位置。即个位置吼，拢总袂走闪的吼，卡片专用，无大紧。咱若讲领钱领的时阵，会记得哈，遮都放咧头10万块啦。一本啊。一本啊。对。以上啊，咱讲10万就好啊，现金无领遐济吼。来，若来讲我看恁的吼，我着要去菜市啊，买菜。菜市啊，你就无，你有钱就无地甲车侵落去哦。对。南山呢？爱放咧遮。10块50、100、500的，即款的钱。差不多，咱讲正经的啦。那我即摆去菜市啊吼，超爱炸2张，因为一届咧买菜时，我无逐工买菜，我拢差不多1礼拜去买2届。是。但是即摆物件敢若足贵的呢，迄1000块买无啥物，2000块甲第咧遮绝对无问题哈。搁有南山的，你拢甲放咧遮，等下啊要走要摕的时阵足方便的。你若排咧头前，方便对无？出国的时阵，我跟你讲出国的时候你一定要个侧背，侧背，侧背了后呢，爱外套穿的，就我拄则都爱穿咧，穿咧甲往掉的人拢我咧讲，小偷很多无论是迄个欧洲线，还是咱即个亚洲的，我咧讲人来咧客的时阵什么时阵要去领，咱的钱要去挣去，毋知影。你就是安怎？往掉的人拢看袂着讲你有摕包包，对无？足实用的吼。来咱今仔日若要歌的时阵，即口
防盗收纳包要送互你哦。搁刷了，伊搁一项足厉害，遮搭有哦吼，阮这有 logo 伫咧哈，伊会当阻隔盗刷。即马拢迄少年啊，是毋拢有者了钱就过啊？啊，我买什么东西去超市拢有者安尼尔对无吼？即刻恁若摕时阵，若甲你有着时阵，你免遐甲我讲你钱会过去哈，伊会当防盗刷吼。啊，讲到遮，准备哦，今仔日歌2首哦。一首这个电视连续剧，这个包青天呐，海风有过包青天，啊，毋是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这是伊本身迄个包青天的歌，系对，啊，这是伊的主题曲，对，拢总有6字啦，6个字，系啊，互小弟啊献唱者，我来献唱者，我来唱国语的，唱国语啊，你台语你啦吼，甲500共款，唱无啥会正。系啊，但是嘛有特别的这个口味。袂歹袂歹。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是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2个字好辛苦，只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艳阳蝴蝶，不应该的领带，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艳阳蝴蝶，在人间与思颠，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是漂流。由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2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艳阳蝴蝶，不应该的领带，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花花世界，艳阳蝴蝶，在人间已思颠，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眠。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字？谢谢，感谢。还有秀芳姐，
包青天的这个主题曲啦吼，看包青天的时咧办案足精彩。世间的时阵呢，甲就这戏台顶共款，戏台顶有什么人，世间都有这个人。来，我这边主持继续，要甲邀请到咱就这猪肉王子，或者啥，或者蔡小虎先生，真受欢迎的一首歌曲。来，头拄啊，这首歌若摇无着吼，这首歌继续搁来甲摇，若如果知影上好，系啊，多八马相送，你来摇两地拢丢到卡一摆先2摆机会。过你的身边，传来伊迷人的香水味，连阮那的声也亲像你。心内暗惊喜，嘛带点心稀味，我头才知不是你。心爱的，如今你是在哪里？我酒醉，我心醉，我犹原会记咱的字字。茫茫倒位去，风雨又扰咱情绪，因阮想起，因阮想起你的头毛，如今敢犹原遐尼水。过你的身边，传来伊迷人的香水味，连阮那的声也亲像你。心内暗惊喜，嘛带点心稀味，我头才知不是你。心爱的，如今你是在哪里？我酒醉，我心醉，我犹原会记咱的字字。茫茫倒位去，风雨又扰咱情绪，因阮想起，你的头毛，如今敢犹原遐尼水。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来，咱观众比较诱惑嘛咧。我即摆依照着这个惯例呢，来甲走一底做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来甲公布答案。
谢谢。来，非常今晚感谢要来公布答案哦。时间截止。好，来头一首老师做一个准备者吼，来观众朋友，今仔较无看，明仔载较早一点啊，然后热接袂去。来，外口的小姐无咧接。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哎呦，这首歌。新鸳鸯蝴蝶梦。哎，6字啦哈，这首歌大家拢耳熟能详。第2首呢？心爱的，心爱的，心爱的，如今你是在哪里？我一嘴，我心碎，我永远会记咱的自己。这首歌叫做《永远会记你的味》。好，好来哟吼，好，来哇，线顶这。感谢，我今晚来较紧的好，记袂完呢。你看嘛，这么多人哈，等下咱会邀出一位观众朋友来上咱这个多功能的那个收纳包，收纳包你看嘛，是要拍也好，侧背也好，排头前哈，互你出门的时候，咱一包搞定，唔好排到遮大排，用无遐济，收过深淡拉，伊这个多层的，就是讲吼，每一家拢有每一家。伊的用途伫咧吼，即卡要送互你，即卡呢来，稍等下啦吼，老师你来准备下一首歌曲，好芳玲呢爱来，给咱观众朋友进一段广告。好，我们今天的广告很特殊，大家拢总有需要，包括你，包括芳玲嘛好，我逐工拢总安怎，逐工拢总爱食，因为呢我惊骨质疏松，因为我无伫咧晒日头。我拢无伫咧晒日头，早上起床的时候大概就开车。日头利用。我咧讲吼，我爱闪日头啦，因为我惊晒乌去，所以讲我有个晒一时日头尔吼，搁做防晒，所以讲日头晒我袂着，所以讲我一定有食这项的，有食这项的。今仔日你若会记得哦，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档了哈。如果你若有甲我敲电话，甲我掠猫啊，甲我加油的时阵，来今天这一档期，我这个多功能的。防盗收纳包，我要送互你咯。所以讲这是出国旅游啦，伫厝内底啦，包括你讲这运动也好，要来透早要来公园也好，护照、手机，包括咱机票，包括咱的卡片，什么卡拢总一包搞定的哈，又搁安全，又搁安心嘛哈。好来，进一段广告时间咯，谢谢。统计啦，哈，卫福部统计啊，讲吼，咱即个台湾人啊，有8%头60%以上，60%以上吼，的民众欠这维生素 D。其实吼，经过统计啦，那欠尔有够，但是若讲不足严重不足的人咧，差不多2个人其中就有1个人欠啦。有个人讲维生素 D 是维生素 D 是咧食安怎？D 就是讲吼，你无咧晒日头的人，而且呢骨质疏松的人、老大人，甚至呢心脏腰子功能无好，咱的肝脏机能无好的人，大腹肚的人，这拢总是安怎欠维生素 D， 几乎大人囡仔拢总欠，你欠的时阵呢，毛病就来啊，毛病就来，人就较无抵抗力。甚至有个人讲说我都拢咧补钙质，奈补的时阵我若无小心补者，就遐长去，就是讲啦，你补钙质无毋对，但是你还是缺乏维生素 D，维生素 D。咱进前其实芳玲已经有介绍过一届这届是升级版的，这届咱的维生素 D 呢，升级版内底佫加一项叫做 K2。K2 这个 K2 的时阵，就是要互你咧食 D3 维生素 D 的时阵，伊佫较好吸收，会当讲互你100%完全拢会当吸收。
拢会当吸收哦。哦，所以讲咱真济咱时代讲，你有咧食维生素 D 无？有，但是吸收好无？尤其是年纪较济的时阵，有当时食落去物件足歹吸收的啦吼。咱公司为着要互咱的观众朋友更较好吸收，这项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拢原装进口的吼。世界水准的。世界水准，而且伊是做液态，这内底胶囊是液态，而且咱观众朋友进前有听芳玲讲过，拢会知影讲吼，咱啊维生素 D3 伫咧食的时阵，拢爱偌济啊？一天上至少拢爱有600 IU。是。啊，我今仔甲你讲的，咱这个维生素 D3 加 K2 的时阵吼，伊的含量达到800 IU， 就是讲你一天1粒都有够啊。1粒都有够啊。1粒都有够啊哈。佮而且绝对有够。绝对有够的吼，因为这有建议啦，建议讲咱一天所需要偌济 IU 啦，吼，至少要600。啊，咱这800是拄好一定互你有够的哈。对。所以讲，这拢会当提高咱的免疫系统，改善咱的呼吸道。哦，咱真济时代，你若欠的时阵，就感觉不等拢安尼枵袂爽快，吼啊，规个身体状况无好。人若咧流行啥物的时阵，咱就流行着，毋是干那骨质疏松尔。抵抗6摆。抵抗6摆，吼。今仔日，甲咱观众朋友会记咧吼，咱这项是咱这液态软胶囊的吼。一概拢总甲你做升级版啊吼，内底佫加 K2， 佫加 K2 哦吼，稳定性佫较悬，人体吸收佫较悬吼，一天1粒就好啊哈。这外口通路伫咧卖，你药房去买的时阵，也是讲一寡通路啦吼，1200块，这一罐就是1200块。咱这最主要是讲要提高咱的免疫系统啊，对咱身体哦，都拢总好就对吼。啊，所以讲有人欠无，有9%，我咧讲吼，经过统计，实际上是97%。你要买就遮好的吼，有钱你就无地买。来，今仔甲咱观众朋友讲哦吼，外口伫咧通路伫咧卖的时阵，1200块哦，买2罐，因为这转去的时阵，大人囡仔，包括讲阿嫂、大哥、囡仔、孕妇都要吃的吼。来。今仔甲咱买2盒的时阵，就是2400块，好，2400块哦。注意听哦，我这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哈，上关单位的哈，800 IU 的。今仔日电话甲阮卡通的时阵，我们今天吼就要快的、较紧的吼，速度较紧的哈。今仔甲我买2盒2400块对无？对。来，再加送加码哦，OK。搁加2盒，安尼共款，安尼就爱偌济啊？4800块啊！你若去买是爱4800块对无？这2盒公司要提供互咱观众朋友，2个翁某一家大细拢总爱食，赶紧食。尤其这阵啊，大家拢啊，动不动就爱医生馆，吼啊，医生馆10个中间4个哦，4个严开就是就是迄种较麻烦的哦。而且呢，即届有当时若感冒的时阵啊，佮拢较动静，啊，那拖足久的哈。来，赶紧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哦哈。来，今仔日甲咱买2盒，我佮加送2盒，2400块，本来4800，即摆是2400块哦。今仔电话卡通的时阵来，我再加码哈。今仔电话卡通的时阵来再加码，佮加1盒。佮加1块，我跟你讲吼，你看看哦，现在才2400块，我要互咱观众朋友提灯5大盒5大盒转去的时阵呢，拄好食咧偌济啊？因咱内底是60粒装的，每一天1粒就好，这拄好5个月份吼，互你逐天食，逐天提悬吼，咱家己的本身的免疫能力咯吼。啊，若降低一寡吼无需要的风险，就是爱食这哈。D3吼加 K2啊吼，来08008151810800815181，我甲恁讲，恁电话赶紧卡，因为今仔日有限量，我们只有30组尔，30组30个客人，因为今天我在加码加价的时阵，咱敢若有法度，互30位人客尔。原价6000块就对，啊，你即摆现出事咧？原价这摆2400尔。2400哦，哇！啊，像即款的做这个电话当然嘛，讲来电话拢总开吼，来哦，08008151810800815181，我今仔要来线卡到这电话啊。现赚2600。0800815181，咱若讲吼不等安尼吼，遐含哨啊，小可跋倒的时阵吼，啊，就安怎，真正啊跋倒的时阵有含哨去的这，你若是讲怕的人，拢总爱食吼。
喂，你好，秀梅姐。喂，秀梅姐呀哈。嘿，小姐啊。要一组吼。嘿啦。哦，我下卡呀嘿，好，谢谢。阿姨你今日在刷卡哈？可以哦，可以哈，来哈，好，谢谢你哦，好，感谢，谢谢，OK。吼，咱的这个生风。去才刷哈，咱的做这个呢，我讲，我了去的时阵才刷卡就好啊哈。来，今晚拢满线吼，32人票。好，拜拜。大细汉，你也能力甲过好。来，飘龙大哥呀吼。啊，我本身天生的唱歌你听。喂，你好。我可以，可以弄中去了，好来，等一下再唱。好来，等一下再唱。来到脚，来李雪姐。有。喂，李雪姐，你好。30位30位。我会买一组。买一组吼，我下卡哦嘿，好，我们今天只有30个而已哦哈，30个哦嘿。喂，邱小姐，欢迎。买一组吼。迄个叫11点才甲我送，18拢伤早送，我无伫个。哦，11点过后哦哈。好，谢谢哈，感谢。来。老师，你准备咧来唱歌啦吼，啊，我来到哇，规个拢总满线吼。喂，来，周青大哥。你好，我一组吼，哦，拢总逐工咧运动的人，这一定爱食的哦吼。好的，谢谢，感谢哈。好来，志玲哥哥。美女啊！哇，这是大地方 K2 啊！赞哈，谢谢你哦嘿。我买物件给我请上来哦。OK， 好的哈。卡座。好，谢谢你，谢谢。来，谢谢大家，我跟你讲哦，今天啊，今仔日是买2盒，2400块。咱今仔加码哦，就是互咱观众朋友一概4大盒哈，我们的第3家 K2 哦。德国原装进口的，但是今仔日只有30个客人，恁电话卡通的时阵来，我们再加码，搁加上一盒，搁加上一盒这一盒哈，只有今天再加码的哦，来哦，0800815181，你钙质吸收拢总吸收袂到的时阵，都是欠维生素 D 哈，所以讲吼，咱本地就咱有讲过讲吼，每一个人一天爱安怎，拢总爱有。800 IU 以上哈，600啊，但是呢，咱这是800，就是讲喜可上关级啊吼，上关级，互咱观众朋友哦吼，你若是定定无伫咧无伫咧晒太阳的人，你一定爱食哈，一定爱食哈。今仔摕到转去，拢总是60粒装的哦吼，60粒装的哈。咱现代人啊，97%拢总维生素吸收不足哈，啊这呢。无法度，所以讲咱观众朋友拢爱靠这项，爱食各食营养各食营养吼。来0800810518。有机会哈，嘿，好，可以的，好，谢谢。不会啦，左手右hand，谢谢。左手右hand。来，电话线卡互恁到食嘛吼。来，观众朋友，上关吼维生素稀克，食品局许可的，上关的外观伊就是800 IU， 所以讲我们已经是最高单位了。你爱食安怎，一天食1粒都有够啊，一天吃一次，除非你真的吼，拢总无咧出去，无咧入来，你拢卡层的。建议吃2颗，安尼好不好？建议食2粒，而且咱即摆搁加 K2 落去的时阵是吼，互你的吸收搁较迅速，搁较完整，会当送甲咱身躯各部位，拢会当提升吸收率。所以讲，我们这个是第2代了哈，第2代了哈。来，观众朋友，无人安尼卖。因为我知影讲，咱这时段年纪较侪啊，有当时是讲安尼脚条较无力，无法度出门的，甚至都像若这小姐人啊，较无爱出门的，惊晒日咧，这你爱赶紧的吼，大家拢总有需要。咱这有经过统计哈，90%的人，100个有90个人欠吼，所以讲来这个组合这么便宜，你讲电话赶紧卡啦吼，我今天我有加码吼，我有加码了吼。有送哦，下次就没有了。好，甲恁报告者来，我即摆来邀出到咱拄只唱歌的时阵，有咱观众朋友邀歌着无吼？一位观众朋友哦，吼，我来欣赏哈。哎呦，彭富华，富华大哥，富华大哥啊，
台语变换福华。对，讲福的平福华，哦，恭喜你！哦，有当时吼，我常常要翻我翻袂使过来。来，感谢，来，即摆线卡会路边的线卡，不要互咱观众朋友继续卡哦，吼，我们今天有加码啦，吼，啊，咱大家都，你都惊讲吼，骹条袂用的啦，骨质疏松的，有人骨啉的啦，啊，你都。这项若补充无够的时候，你安怎啉、安怎控排骨汤拢总无效哈。一天一粒就好啊。哦，安尼一个组合就是5个月份。啊，你转去的时阵，一家大细包括大腹肚拢总会使食哈。好，谢谢哦嘿。来，路边野花不要采。白。